因为新复发建设伫台中的工地出错，造成台中捷运1人死亡、10人受伤的重大公安意外。对此，马副议员李宗麟伫劳工局的工作质询，提出该建设历年来公安意外不断，要求市府全面清查目前因伫台南的2个建案，除了要求依法罚款公安违法的厂商，嘛认为一个工地拢顾无好，质疑厝的品质，所以强烈要求公布黑名单，和全面清楚。这些有公安疑虑的建商或者是营建的厂商，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把这些比较大的厂商给公布出来，让社会大众知道？局长，你觉得这个部分主要它有违法，受我们裁罚的，我们都会在网络上公报，罚多少钱，是什么事件被我们罚，我们这个都有持续在公布。除了公报以外啊，我觉得啊，应该要让市民的朋友可以就是广为人知的知道哪些厂商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工地连工人的安全都顾不了的时候，连公安都顾不了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相信他盖的房子不会有问题啦。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个疑虑，所以这点我感觉咱来小可想一下，看明仔后，才这个厂商互人知影，好不好？我跟也报告我们，如果是真的有公安事件发生，我们都会揭露新闻稿，把这个事件给大家提醒大家，一定要不要再发生。另外一个，让厂商，让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都会发新闻稿。OK。会中议员嘛进一步以日前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甲永康的工地应价绑路等意外为例，来检讨建案的作业天数，希望一旦厂商办理刑事甚至偷工减料，会当纳入黑名单，免等到发生重大公安或者是职业灾害才来危害。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